分開咗之後，麥兜發現自己成日餓親，唔係因為冇錢開飯，而係唔知食乜嘢好。每次問今晚食啲乜嘢啊，麥麥就會答啦，唔知喎，你決定啦。麥兜就話啦，不如食雞煲啊。然後麥麥就會皺一皺眉，就講啦，又雞煲，上次咪食咗咯，食啲新嘢好喎。跟住兩個人就互相討論半個鐘，最終麥麥決定食壽司，麥兜負責埋單。但係而家冇人同佢討論，冇人推翻佢嘅決定，冇人投訴，又雞煲。於是麥兜行入雞煲店，嗌咗一個特辣嘅鍋底，食咗一啖，佢發現自己原來唔係太鍾意食雞煲嘅，只係鍾意嗰種有人嫌棄，但係最終都會陪佢食嘢嗰種感覺。